盤骨嘅歪斜，腰背咧係會最先受害嘅。為咗維持平衡，你嘅下背同埋腰部嘅肌肉就會過度咁出力，呢一種就叫做代償。今日一個伸展嘅動作，幫你 KO 3個繃緊嘅地方，等你釋放翻你嘅緊繃肌肉，令到脊椎慢慢歸位。首先我哋要盤膝而坐，右手搭住膝頭哥，個人要先坐直，個頭就好似有個繩吊住自己咁。呢個時候你會感覺到每一個脊椎每一節裏面呢都好似慢慢鬆開咁樣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將左手放去背後 pat pat 嘅中間。呢個時候我哋會慢慢分開3節，由腰椎、胸椎同頸椎咁慢慢扭轉嘅。先將腰向後扭轉，腰椎可以扭轉呢大概只有5至10度嘅啫。當你扭到最盡嘅時候，先停留一下，感受一下。下一步，將你嘅左手向右背再褪多一步。呢個時候到你去扭轉胸椎嘅地方，而胸椎可以扭轉嘅極限呢，大概都係40度嘅啫。去到盡嘅時候，我哋又再停一步，再落嚟就係將你嘅左手再繼續向右背再行多一步。最後一步就係將你嘅頸椎同頭部一齊向後扭轉，而呢一個角度呢係可以超過90度嘅添。當你感到盡唔可以再扭轉嘅時候呢，喺呢個地方停留10秒，記得保持正常嘅呼吸啊。放鬆完左邊，我哋今次就會到右邊，將整個動作重新做一次。由於每個人嘅繃緊程度都會有所唔同，即使我哋嘅身體左邊同右邊呢都可以好大分別嘅。咁只要將呢一組嘅動作每日去做3次，咁呢一個繃緊呢亦都會慢慢改善，而且你嘅步姿一體態都會有所改善。今日先同你分享咗呢一個放鬆我哋脊椎3部曲。如果你喜歡今次嘅調整脊椎3部曲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朋友，繼續支持我，每日同你牽腰瘦腿、盤骨調整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